可真是天下奇闻啊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都被打晕成这样了，还能打呼噜？哎呦，你看他晕的有多香啊！花姨，别管他晕的香不香，你赶紧想个办法，让我帮你解决吧。哎呀，能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，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啊？任苑，你也休息够了，赶紧来帮我解决，快点啊！花姨，这回我可使劲了啊！啊！散了，真的散了！什么散了？花姨，我把你的骨头打散了。不是，是我被封住的血脉，没想到被你那一拳给撑散了。谢谢你啊，小宝贝儿，你解了我的穴道，救了花姨。那你赶紧去救人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啊。哎，是马守飞，我们快出去看看。你回来啦！干什么呀你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别老这么转悠啊！你快下来，晕死我了！哇，好肥的一只鸟啊！不是鸟，是我。是你呀！你那么呆着干嘛呀？好玩吗？一点都不好玩，快想办法让我下来！那你快下来呀！我光学飞了，没学怎么停。花姨，可教他怎么停啊？糟了，那个秘籍只有上半部，没有下半部。没有下半部会怎么样啊？没有下半部，我就不能让它下来啊。那下半部呢？让虫给吃了。快想办法呀！我不能一直这么飞呀！哎呀！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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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想办法。救我呀！快一点啦！快想办法呀！哎，你看到那边有棵大树了没有啊？哦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你呀，就用力的朝那儿飞过去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哦，飞呀！玩死我了！马守飞，你没事吧？还差一步。哎，马守飞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我姐姐呢？我看见冬青被一个白衣蒙面人救走了。白衣蒙面人救走冬晴，就送你到这儿了。为什么要杀我爹？杨伯伯不是我杀的。不是。不是。那你告诉我，谁是凶手？我只能告诉你，不是我杀的。你分明就是狡辩。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我救不了。救不了？你忘了我爹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吗？他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你居然见死不救。他对我再好，也是大逆不道的反贼。我劝你趁早离开醉月楼，以免步你爹的后尘。大逆不道的人是你。我言尽于此，随你信不信。你是袁将军派来的13铁骑。我13巡兵分3路进城，其中2路人先后遭到官府的人埋伏，另1路人则下落不明。又是叶弘毅。我怀疑军情已经泄露，13铁骑中
胆敢袭击朝廷命官，居然将叛臣杨莲的尸体劫走了。启禀9000岁，都怪卑职一时疏忽，请9000岁再给卑职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？本座给过你多少次机会了？你口口声声说要本座安心等你的好消息，可结果呢？这就是你给本座的好消息吗？你叫本座如何安心？如何再给你机会？请9000岁恕罪。本座已经没有耐性再等了。潘如真，既然本座能扶你上位，也就能砍得了你的脑袋。9000岁恕罪，卑职派往袁崇焕身边的探子，若无差错，现在已经进入无锡城了。等待他与本府回报，不仅能把老贼顾县城的官印拿回，还能把东林余孽一网打尽。你真有把握？卑职绝不敢有半句戏言，请9000岁再给卑职一次机会吧。好，本座姑且再信你一次。不过，你也给本座听好了，不许再有半点差池，否则本座就要你提头来见。送你上路。他爹许你哭那是干嘛？我看姐姐哭这么伤心，我就想爷爷。我想起我爹老妈了。杨大人，鹰犬当道，不能把你风光大葬，实在是委屈你了。您放心吧，冬青我会替你照顾的，您一路走好。这墓碑上怎么没一个字我认识的？对了，刚才听花姨说，这坟里埋的人叫杨莲。杨莲是谁？年纪比我大吗？这得找师傅问问。